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奧運站分行嘅 Karen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君匯港呢一度咧，去睇一個3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咧係541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先。呢個單位係一個直廳嘅設計嚟嘅，咁旁邊就會有個露台啦。單位呢一個方向咧向西南嘅。咁房咧就會集中咗喺單位嘅一邊啦。我哋先嚟睇2間細房啦，都係4方實用嘅。2間細房咧個面積係相若，大細差唔多。呢間就會係主人房啦。咁見到呢一邊都有預留翻個凹位，可以做翻衣櫃咧。洗手間，最後望一望呢一個廚房位置啦，都有3邊嘅工作台面啦，都闊落嘅。今日就介紹到嚟呢一度啦。如果對上述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打俾我或者 WhatsApp 我都得㗎。我電話係67163169，我係 Karen。下次再帶大家睇更多嘅單位。拜拜。